乡亲啊，咱咧等这个开票的同时，先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去年这个台北市的信义区高所争财产的案件，一个姓吴的女子为着要争就一个家产，甲伊的查囝以及其他2个共犯联手涉嫌要来谋杀伊的小姑。台北地方法院早起是第一届来开庭，目前方收押这个姓吴的女子，伊讲伊并无伤害小姑，讲当时是伊的查囝带着水电的师傅要来厝内底修理水管，拄好看到伊甲小姑的男朋友3个人咧冤家，这查囝要做公亲，就互相来扭勒，才会受伤，并无甲伤害。不过听讲迄个小姑当时是用拍架呢，头壳正空，血太了。这个家属私底下是来透露讲，目前的状况也是真歹哦，爱阁请这个看护来甲照顾。穿家秀的衫、留底头章含挂喙暗，行路行到真班姓吴的查某人，涉嫌为着争财产，含查某囝同齐想要杀害小姑，进前去以杀人未遂含伤害罪起诉。今日透早来到台北地方法院头一摆开庭。去年9月，当时姓陈的被害者洪压伫咧涂骹流血，剩一块丝血，是隔壁听到喊救命声音，才报警。姓陈的被害者才防救。不过，伊早开庭涉嫌杀害被害者姓吴的查某人，甲法官讲，当时因为查囝厝内水管害去，找水电师傅杨先生和詹先生来处理修理水管，拄好看到伊和小姑佮小姑的男朋友伫咧冤家，3个人过去阻挡，求来求去，无心情共伤害。姓陈的被害者被拍到头壳流血，伊的家属私底下讲，即摆生活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，干来当车看护，因为正旧的财产互大嫂伫咧孝伤，真侪摆想要谋杀抢夺，7个月过头，心情到今拍嘛也未恢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